第3屆幸福人物事嘅學界短片創作比賽已經圓滿結束，呢一日就舉行咗個簡單而隆重嘅頒獎禮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咧，佢哋題材好多種嘅，有陣時咧就好激情嘅，咁有一啲咧就令你會心微笑嘅，咁有一啲咧就係好似啲傳記咁樣樣，咁亦都有啲咧故事形式，咁我覺得各自有啲特色。咁我尤其是深刻印象咧，就有啲好似好小品咁樣樣，咁咧就我記得有嗰隻個女仔，咁周圍咧喺個城市上邊咧去 capture 一啲好細嘅 moment，咁跟住去表達幸福呢個主題咁樣。今年作品嘅水準咧就都幾高嘅，因為佢哋已經開始有種幾專業嘅感覺嘅，喺拍攝上啊、剪接啊、演員個演繹上面啊，都真係似一個喺電視台可以睇到嘅 program 咁嘅。但係唯一中學組同大專組都有一個共通點比較弱少少咧，就係配樂上面咯。評審都普遍認為今年嘅作品大有進步，有啲甚至可以媲美專業之作添。不過想精益求精嘅話，就要注意以下幾點啦。我諗係個故事嗰個結構係要個主題要清晰，再清晰多啲咯。有比較虛咗少少嘅都仲係有啲技巧上邊呢，其實我覺得唔使太花巧啦，有好多都咁，因為其實如果你係用心做嘅，主題夠強嘅話呢，故事豐富呢，其實已經好容易打動到觀眾。冇錯，有內涵嘅作品，除咗可以打動觀眾之外，仲令到今次嘅評審有所得益添。我諗今次做完之後，我自己好開心嘅，因為咧接收咗好多正能量啊！咁同埋咧，因為主題好多啊，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咧，其實就係原來幸福咧真係周圍嘅。